你有冇好奇過到底有棟咩建築，一路見證住偉大革命先驅孫中山嘅成長，仲藏住好多珍貴嘅歷史印記？講緊嘅呢棟建築就係喺廣東中山市翠亨村嘅孫中山故居啦。呢間孫中山故居係孫中山自己親手設計嘅，入邊用咗中式同西式嘅風格，青磚牆配埋西洋款嘅窗飾，睇落好有特色。孫中山細個陣就喺呢度住，屋裏面嘅舊台兒、舊農具呢啲物件都靜靜記錄住佢從一個農家少年慢慢變成革命先驅嘅過程。而家呢度已經變成孫中山故居紀念館啦。除咗故居本身之外，仲有陳列館、翠亨民居展示區呢啲景點。陳列館入邊用好多史料、老圖片同實物，將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嘅輝煌一生展示俾大家睇。翠亨民居就還原咗清末民初時候鄉村嘅樣子。喺園區裏面行下，周圍樹木都好茂盛，歷史嘅厚重感同園林嘅雅致融合埋一齊，真係一個可以瞻仰偉人、感受革命精神嘅好地方。